話個人想狀態好就要定期斷捨離，除咗執屋、執衫、執過期化妝品同黑眼圈都要講斷捨離。原來化妝班有好多學生都有黑眼圈嘅問題，今日唔講即係教大家點樣實實在在 KO 黑眼圈。最基本就係越早瞓越好啦。咁但係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做唔到，因為我自己都係個夜貓，所以今日要同大家介紹黑眼圈救星居家用嘅醫美級眼膜，Zeno黑眼療金箔眼膜咧係採用咗韓國專利技術啦。原本係俾整容醫院嘅客人做完手術咧去護理用嘅，咁所以可以諗到佢係有幾好用。話明係醫美級眼膜，成分咧係一啲都唔馬虎嘅，內美金箔加沉魚子精華，根源性減淡眼圈，改善眼嘅細紋、魚尾紋。同時利用負極嘅原理，一邊吸走眼底嘅環固色素，一邊注入營養，形成一個微循環，順便排走浮腫貼。記得用之前咧要驗佢入邊啲精華。Gel mask 咧係超貼服好滋潤啦，咁敷完之後咧個眼膜咧好變薄啦，代表佢嘅精華已經俾你吸收晒。只要敷20分鐘就已經明顯見到黑眼圈淡咗、浮腫消晒、水潤有彈性咗、眼紋都淡啲。你睇下前後分別，用完摸落眼底好滑，眼圈都提亮咗啊！上妝之前敷佢咧，你會 feel 到眼底嘅皮膚係特別貼妝，遮瑕功夫都係輕鬆啲。一盒已經有30對，佢哋性價比係超高。而家萬寧做緊優惠，叫埋朋友一齊同黑眼圈斷捨離啦！萬寧 Zeno Mall 同 Zeno 概念店都得買啦，拜拜。